大家好啊，我係美孚利嘉閣真山，今次同大家介紹美孚4期嘅百老匯街119號嘅高層私室單位。單位實用面積701尺，屬於3房套廁加大露台嘅戶型。客飯廳方面，情侶字型，方正實用。客廳景觀十分開揚，望到翠綠山景，同時亦望到饒宗頤嘅文化博物館。廚房屬於 L 型設計，有大量嘅儲物空間。客廁方面用咗企缸設計，同時有窗，屬於光廁。第一間睡房，業主就做咗呢個衣帽間。嚟到第二間睡房，享有大露台。景觀方面望到翠綠嘅山景。最後嚟到主人房，享有套廁。浴室部分屬於企缸，同樣有窗，屬於光廁。多謝大家收睇，如果有興趣呢個單位嘅話，歡迎 WhatsApp 或者致電向我查詢啦。多謝晒，拜拜。